王爺，但说无妨。啊，禀王爷，尹姑娘入宫以后，皇后娘娘觉得她没规矩，给罚跪了，结果让四王爷带走了，被老四带走了，那是为何？说是冲撞了她，要责罚她。王爷，要不要入宫看一看？他活该，与我何干？本王累了，独孤你也早点休息。干！你这个人不错。怎么不错了？你说的那些恋爱自由、婚姻自由，我觉得倒是挺有意思的。那当然了，你三哥为了整我，让我进宫，可我尹晴柔也不是谁想捏就能捏的软柿子。再说了，我决定一定要通过这次考試，然后当众反悔，让他难堪。你这么说，好像不太喜欢我三哥。那当然了，誰會喜歡個冰塊嘞？大夏天都能凍死人。可是我覺得你們倆倒是挺配的。我配！我配！我告訴你啊，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……不對，在我們家那邊，電視劇裡一般說了這樣的話，最後兩個人肯定是要在一起的。我重新說啊，不管天下的男人死沒死絕，我尹晴柔都不會嫁給謝延慶。哎，喂，哎，醒醒！哎，來人！三哥哪兒找來這麼個丫頭啊？啟稟王爺，探子回報，昨晚尹姑娘好像進了四王爺寢殿，至今還未出來，而且他們似乎還喝了酒。走，去看看。是。喂，起來，把醒酒湯喝了。你別煩我。哎，你。三哥來了，正好，你把這醒酒湯給他喝了吧。我是拿他沒辦法。以後離他遠點。怎麼了？吃醋了？吃醋？我是勸你別失了自己的身份，跟一個丫頭把酒言歡，成何體統？三哥，你這話像是從母後嘴裡說出來的。哦，我和他把酒言歡不像話，那你想娶她，這算什麼呀？我的事兒不用你管。那我的事兒也不用你管。我再說一次，以後離他遠點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小弟遵命。還說不是吃醋。
娘娘，这丫头胆子太大了，昨天晚上竟然夜不归宿。您看，人这不好好的在这儿吗？刚才明明不在呀。下回查清楚再说。娘娘恕罪。尹清柔，都什么时辰了，还不洗漱？晚了罚跪。我知道了，公公。我是怎么回来的呀？算了，管他呢，反正也没被罚。哎，难道是谢仁琪帮了我？